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国为3月开始禁止台湾往来进口，所以全国的民众嘛开始来吃往来救农民。云林县政府计划处的处长李明岳就去大糖公司买往来罐头，要来挺农民，所以来发现讲，这个大糖往来罐头的产地竟然是泰国。 去听到泰国的农民咯，互伊拢共去。大糖公司是来解释讲，因为台湾往来伤甜，无够酸，签美金嘛伤少咯，并无适合做罐头，才会找泰国的大工厂来做往来罐头。拍开往来罐头，往来切片已经铺好啊，浸伫这个汤汁内面，这是国营企业大糖公司卖往来罐头。 云林县政府计划处长李明岳就买这款往来罐头，挺过来往来农友，发现讲店面写的产地是泰国。现在其实全年把这个都放在显眼处哦。小时候回家的时候就不假思索就直接采买了一些拿回家，这样吃的是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这个不是台湾制的。 李明岳将大糖往来罐头产地是泰国相片铺上网络。 有云林的菜农看到了，认讲，若要替农民升级大糖，将种的所在甲加工厂的生产线拢搬转来台湾。人国来政府，如果你真正要这样大面积10亿、8亿、100亿的投资在我们的农业上，那是不是把这些钱灌注在我们本土农民上，让台糖人转型移转回来台湾？ 中国伫3月开始禁止台湾往来进口，所以讲个人开始食往来救农友。想袂到讲，个人企业大糖公司往来罐头产地却是泰国，用泰国的往来。台湾的凤梨品质好，甜度非常高。是罐头的凤梨，因为甜度不能太高，过去是从外国进口制造凤梨罐头。 行政院所长枪有说明，大糖公司嘛赶紧解说。做成罐头的凤梨本身，台湾可能已经没有了，品种是比较酸性比较高，然后纤维质比较多。那台湾的甜度非常高，像金钻等级凤梨都不适合做凤梨罐头。大糖公司解释讲，因为国内无工厂咧生产往来罐头，才找泰国大工厂生产，用的品种嘛是台湾无的，强调讲，唔是无听台湾的往来农友。